颱風華加莎遠離珠三角，吹向粵西。廣州傍晚6點鐘開始陸續解除5停措施，深圳、東莞、潮州、揭陽等地亦都已經解除5停。華加莎來襲，廣州全面提檔升級防颱風內澇應對機制，應對可能出現嘅強降雨同積水風險。歐盟將啟用新系統，計劃採集非歐盟旅客嘅指紋同人面數據。歡迎收睇每晚6點鐘播出嘅廣視新聞。你而家睇嘅係廣州廣播電視台綜合頻道，嚟睇新聞嘅詳細內容。今年第18號颱風華加莎嘅中心已經喺今日晏晝嘅5點前後喺廣東省陽江市海陵島沿海登陸。登陸嘅時候，中心附近最大風力達到13級，即係大約每秒40米。喺今日晏晝嘅2點鐘，華加莎減弱為強颱風級。廣州等多地陸續宣布解除5停。廣視直擊，我哋嚟連線正喺廣州塔附近嘅葉慧媛，睇下廣州嘅最新情況。慧媛，交俾你。好嘅，唔該晒譚妍。咁而家我所在嘅位置呢，就係廣州塔廣場對出嘅廣州塔地鐵站嘅呢個 B 出口嘅位置啊。咁可以見到啦，咁其實咧廣州咧喺晏晝宣布咗6點鐘會解除5停政策之後呢，廣州塔站啦其實係如期開放。咁喺啱啱前1分鐘之前呢，我就已經見到工作人員呢，佢大概呢就企喺呢一個位置呢一度嘅，然之後呢，就係將呢一個閘口打開咗，就係呢一個位置。咁而家可以見到係上鎖嘅。咁當時呢5停嘅時候呢，佢呢個閘係落嚟嘅，跟住呢，佢撳咗呢度之後呢，呢個閘就升咗上去啦。咁好早之前呢，就已經有市民喺度等待係要坐地鐵嘅，咁咧就見到佢哋陸陸續續啦行到落去啦。咁而家咧我哋都跟隨鏡頭咁落去睇一睇我哋呢個廣州塔地鐵站嘅呢一個情況，究竟會係點樣嘅？咁究竟而家咧按照平時嚟講咧，亦都係落班嘅高峰期。咁當然啦，今日係5停啦，咁所以咧應該係人流量係唔會太大㗎。所以都俾大家睇一睇，咁喺往日嘅落班高峰期嘅時候，係會係一個點樣嘅一個場景。咁我哋隨住呢一個扶手電梯啦，我哋就慢慢落到去咁地鐵站內啦。好嘅，咁通過呢個地鐵站嘅呢個通道啊，出現喺眼前啦，我哋可以見到啦。咁我哋可以見到有2-3個乘客啦，係陸陸續續啦行入去到坐地鐵㗎啦。咁包括有 APM 線啦，咁但係同平時嘅呢一個高峰期對比咧，佢嘅客流量咧係降低咗好多好多㗎。咁喺今日晏晝5點31分嘅時候咧，廣州地鐵咧就係發布咗要終止5停措施嘅呢個通告㗎。咁而家睇翻呢個地鐵站嘅呢個場景之後啦，我哋再上翻去睇翻解除咗5停之後，我哋嘅路面情況啦，以及係天氣情況會係點樣嘅？咁其實咧，除咗廣州之外啦，喺今日晏晝開始，亦都廣東省咧，亦都有陸續啦，會有汕尾啊、潮州啊、同深圳啊、揭陽等等嘅一個城市啦，係陸續係宣布解除5停嘅。咁隨住我哋攝像哥哥再次上翻去我哋嘅地面之後咧，我哋可以見到其實華加莎對於廣州嘅呢一個影響咧，已經係明顯嘅減弱啦。咁天空當中咧，仲會有少少嘅小雨飄起咗小雨。但係大家仍然係需要警惕嘅係乜嘢呢？就係我發覺我企喺度呢2-3分鐘嘅期間呢，時不時都會有一陣嗰啲大風吹過。咁大風吹過嘅時候呢，嗰一瞬間呢，我係好難企得穩嘅。咁所以呢，亦都希望大家呢，雖然而家係解除咗呢個5停啦，咁但係大家出門口嘅時候呢，都係要多加注意。譬如話而家嘅路面啦，都係積水係比較多㗎。小心線啦，同埋咧亦都係盡量咧少喺呢一個期間段啦，去到一啲山體比較多嘅地方，因為呢個次生災害咧都係會有滯後性嘅。咁我哋再嚟睇一翻呢度啦。咁解除咗5停之後啦，咁私家車亦都係可以上路㗎。我哋對面咧就係廣州塔廣場啦。咁而家可以見到解除5停之後咧，我哋嘅路面上面咧人係唔算太多，除咗有積水之外咧，仲會有啲樹枝啊，會俾風吹跌喺路面㗎。
咁所以咧，大家出門口嘅時候咧，亦都要小心啲。咁今日喺廣州塔上邊嘅呢一個情況啦，就同大家先介紹到呢一度先。我哋下邊咧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啦。好嘅，唔該晒慧媛。粵東及大灣區嘅多條高速公路陸續恢復通車啦。廣視直擊，我哋馬上嚟連線喺廣東交通集團高速公路監控中心嘅記者林欣傑，由佢講下依家全省高速公路嘅交通情況。欣傑，交俾你。好嘅，唔該。我而家就喺廣東交通集團嘅高速公路監控中心呢度可以睇到省內多條高速公路嘅路況㗎。咁嗱，首先啦，我哋留意到呢度係南沙大橋同埋廣深高速嘅東莞段同深圳段喺下午嘅5點鐘呢已經係解除咗交通管制。首先啦，通過監控畫面可以睇到南沙大橋雖然係解除咗呢個交通管制，但喺而家大橋上邊通行嘅車輛並唔多，一個畫面裏邊大概係1-2台車輛經過嘅啫。而且呢啲車輛可以睇到咧，佢哋開嘅速度咧並唔算太快，因為可以睇到路面咧仲係有啲水分同埋落過雨之後咧係比較濕滑嘅。而可以睇到通過呢個畫面再睇下邊少少啦，係一個虎門大橋嘅一個交通嘅路況。咁虎門大橋咧亦都喺下晝5點10分左右係解除咗呢個交通管制。我睇到咧車輛而家係陸續上咗橋，咁兩個方向嘅車輛咧亦都係陸陸續續咁駛上喺大橋上邊。咁而家通過呢一堆嘅監控啦，可以留意到，雖然呢啲大橋咧雖然係已經係解除咗交通管制，但係咧可以睇到呢啲畫面明顯都係好搖晃，同埋咧畫面上邊係有一啲水珠嘅。可以睇到其實喺當地嗰度嘅監控咧，其實係比較受到啲風力嘅影響啦，係吹得比較搖搖噏噏嘅。所以咧，如果啲車輛而家駛上去啲高速上邊嘅時候咧，除咗要注意呢個濕滑嘅道路，同埋係要注意行駛要減速啊。另外咧，我哋可以留意一下，呢度仲可以睇到一啲粵西地區嘅一啲大橋嘅一啲路況。咁因為粵西大橋嗰邊咧，粵西嘅好多高速公路啊、大橋嗰邊咧係進行緊一個交通嘅管制，因為啱啱颱風咧先喺粵西嗰邊係登陸咗，咁咧所以嗰邊嘅一啲高速公路咧都係未解封。尤其啦，睇到呢個海寧大橋啊，嗰個畫面係最為之搖噏嘅一個，因為咧喺嗰邊嘅風力咧係非常之強，亦都可以睇到啦，橋下邊嘅一啲水咧係流得比較快嘅，比較急。咁咧呢個畫面上睇上去咧，俾你感受得到咧，就係嗰個當地嘅風力係好強。所以咧，今次颱風經過之後咧，而家目前嚟講喺粵西地區嘅呢啲高速公路啦，而且都係比較之風力同埋天氣嗰方面嘅影響之下啦，而家係達唔到一個通行嘅標準㗎。咁咧又好似打個比方啦，下晝2點鐘左右啦，喺廣深高速咧相關嘅部門咧已經係出動咗40幾台嘅工程車輛咧，對呢個高速公路係進行一個清障嘅，亦都大概清咗500幾棵嘅倒伏嘅樹木。咁咧就算啦，所以咧而家喺粵西地區呢啲受影響比較犀利嘅啲高速公路啦，而家首先係要等呢個颱風過咗之後，相關部門咧再會去研判幾時係有呢個通行嘅標準。咁咧，另外咧就算有呢個通行標準，亦都係要等到呢啲相關嘅高速公路咧進行嗰個清障之後咧，先至可以再俾車輛去進行通行㗎。咁咧提醒一下啦，雖然而家南沙大橋、虎門大橋啦，同埋廣深高速呢幾條高速係通咗，咁要上呢啲高速上邊嘅時候咧，司機係要注意，盡量係降低車速，因為咧風力同埋啲雨水咧係會影響到行車嘅安全㗎。好啦，喺度報道係咁多，下邊將時間交翻俾演播室。好嘅，唔該晒欣傑。呢次颱風疊加天文大潮，風雨潮可以話係遇到咗，珠江潮位高漲。呢種情況對水上交通安全以及低窪地區嘅內澇防範帶嚟咗挑戰。廣視直擊馬上連線喺中大碼頭嘅記者馬東明。東明啊，依家珠江水位係點樣啊？係啊，譚然，其實嚟到挨晚咧，戶外呢度嘅雨勢咧唔算話太大，都係落下停下咁樣樣。咁其實啦，颱風咧唔單止會帶嚟雨水啦，最為關鍵嘅係會帶嚟大風。咁大風咧可能會導致風暴潮，咁使得近海海域嘅水位咧係上漲，可能會引發呢個海水倒灌，咁導致呢一個慢堤嘅情況。咁我哋可以順住我哋鏡頭睇下啦，而家中大水文站嘅實時水位咧，大概係喺1.6米到1.7米左右。咁其實呢個水位咧已經係降咗落嚟㗎啦。咁晏晝時分啊，呢度嘅最高水位咧其實係接近咗3米，係超過咗警戒水位㗎。咁所以啊，當時嘅水文部門咧亦都係發布咗呢個紅色嘅預警。
喺呢個風暴潮增水疊加天文大潮嘅情況下呢，其實我哋可以見到啊，成個珠江廣州段呢，呢個水位呢係比較高㗎。咁順住我哋鏡頭睇下啦，遠遠望過去啊，海心橋呢就好似其實高過呢一個珠江江面啲咁多嘅啫。咁根據水文部門嘅監測呢，其實今日啊珠江廣州段多個嘅水文站嘅水位呢都係有出現增高嘅。咁部分嘅站點呢更加係出現咗超風暴潮增水，咁所以水文部門啊，亦都係提醒要加強防護。呢啲防護嘅路段呢，其實位於比如話係海珠區嘅琶洲街道啦、天河嘅車陂街啦，以及係番禺嘅蓮花山等地區㗎。咁海事部門亦都係提醒啊，呢段時間呢，市民最好係唔好咁靠近江邊啦，又或者係去到親水平台。咁其實我哋啱先嚟到中大北門對出呢個路段嘅時候咧，亦都係可以見到啲街道嘅工作人員咧，其實喺度咧係有提醒市民咧話係唔好咁靠近呢個珠江堤圍㗎。咁啱先都係提到啦，其實而家係處於呢個颱風嘅風暴潮增水以及係天文大潮嘅情況。咁所以咧市區亦都係要防內澇。咁我哋今日啊亦都係一直喺度留意到啦。咁其實一啲比較容易引發水浸嘅路段咧，都有搶險人員喺度備勤啦。佢哋係準備咗一啲，比如話係水泵啊，以及係呢一個沙包，咁隨時咧係抽排積水咧，以及係防止呢個雨水倒灌㗎。咁最後喺度提醒下大家，已經結束咗5停，咁但係咧依然係要密切關注呢個天氣嘅情況，咁做好出行規劃。好啦，喺度嘅報道係咁多，下邊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好嘅，唔該晒東明。颱風華加莎來襲，廣州全面提檔升級防颱風內澇應對機制，全力應對可能出現嘅強降雨同積水風險。刁家俊報道。上晝10點幾，廣州市區雨勢唔算太大。記者開車途經濱江東路，沿路暫時未見水浸。海珠區中大北門隧道已經提前布防，超過30名工作人員值守，並配備龍吸水、清障車輛等設備現場待命。目前中大北門隧道雙向都分別用沙包攔住咗一條車道，隧道由原本嘅雙向4車道調整為雙向嘅2車道。工作人員介紹，當隧道內嘅積水超過25厘米，咁工作人員就會將成條隧道徹底封閉，唔再俾車輛駛入。期間有車輛運嚟第2批沙袋，工作人員繼續往隧道出入口疊加沙袋，形成約1米幾高嘅屏障。喺濱江西路，每隔幾百米就有一批沙袋放置喺路邊，一啲點位派有排水公司工作人員值守，開展防汛工作。據了解，汛前廣州水頭排水公司對所轄中心6區2澇風險點、地鐵周邊、隧道、涵洞等重點防澇部位及權屬逾2萬公里排水管網進行加強性清疏，最大程度發揮排水設施過水能力。公司喺150支常規搶險組嘅基礎上，極限增派38組，共計188支搶險組，搶險車輛超過200台，抽水設備超過300台，每班次搶險人員超過700人。喺中心6區主幹道及重要布防點，7乘24小時輪轉，全天候待命。廣州電視記者刁家俊報道。颱風華加莎帶嚟咗狂風暴雨，喺長洲島街道同居民小區迅速啟動應急預案，做好防災減災措施。李琳報道。早上開始，風王華加莎威力盡顯，黃埔區掛起颱風橙色預警信號。長洲島地處珠江前後航道嘅交匯處，地勢低洼，颱風疊加天文大潮，上晝迎嚟咗大風大雨。島內嘅輪渡碼頭上晝水位接近2米，全島57艘嘅漁船前日已經回港避風，所有人員上岸避險。從昨天開始呢，我們已經組織工作人員在這個碼頭比較低的這個位置，用這個水泥牆、用水泥還有這個沙袋，防潮布築起了1到1.2米高的這個水泥牆，進行阻擋這個可能出現的這個風暴潮。街道組織咗300幾人嘅專業搶險隊伍同後續支援隊伍，喺街道水浸點同2路點、碼頭沿江一線都安排咗人員24小時值守同巡查。工作人員尋日下晝開始轉移沿江同低洼地帶嘅居民，提醒佢哋將家電斷電，準備好糧食同手電筒，按照人物雙流嘅原則，暫時搬到高層。部分居民轉移到庇護站等場所，目前已經安全轉移咗252名居民。
好快啊，因為咧佢哋知道有呢個颱風嚟嘅時候咧，就已經立即過嚟就同我哋講有呢個咁嘅颱風呢個通知，然後咧就已經幫我哋做一個好嘅提醒，即係叫我哋要所有門窗關埋啊。咁我哋自己嘅屋企又有人咁樣搬埋嗰啲嘢咧，都好快就搞掂啦。黃埔科學城有住宅小區專門成立咗應急小組，通宵值守，對小區公共設施、道路同水溝進行清理，確保污水正常排放。有安排專人到珠江邊同河涌巡邏，密切關注水位變化。發現這個問題以及阻礙業通行的一個道路、水溝這個倒塌的地方，我們進行了一個修復。那同時呢，我們也針對山體的一個滑坡的一個風險點進行了一個排查，然後降低了我們的一個安全風險。有網友發圖稱，南沙橫瀝島同靈山島尖出現咗潮水浸過生態堤嘅現象，當地部門證實消息屬實，並表示被浸部分屬於南沙生態堤，本身就有防洪潮嘅作用。廣州電視記者報道。轉頭翻嚟繼續廣視新聞。受到太陽同月亮嘅引潮合力同超強颱風華嘉莎雙重影響，珠江河段水位出現快速上漲，珠江中心城區同西航道出現紅色預警。15運15城系列活動收官之戰喺長沙上演，開啟咗廣州同長沙雙城聯動嘅新篇章。笑口常開。各位街坊，大家好，我係黃俊英。大家好，我係鄭達。今日專登嚟幫超市立拍一個廣告，廣告唔係立亂咁噏嘅，我就大過真係覺得好，先至專登推薦俾大家。超視立遠近一體鏡啦，近視老花，遠視散光，睇遠睇近，一副眼鏡全部搞掂晒。超視立16年嘅老字號啊，仲係漸變焦定配眼鏡嘅國家標準制修訂起草單位，根據個人視力狀況1對1量身定製，一副眼鏡睇書、睇手機、行路、開車都可以戴。我自己都戴緊呢副超視立配眼鏡，我推薦超視立遠近一體鏡。配鏡專線02080503021。喺廣州要裝修套屋，到底要幾多錢呢？如果你想實打實、真正全包裝修，後期唔使多冤枉錢嘅話，我建議你可以報名好房子溫暖家老房翻新特惠活動，免費幫你計裝修嘅底價，而且呢個價格咧係包含咗裝修設計、施工、主材、副材、家具、家電、燈具、窗簾等等，全程都有媒體監理團同你跟足晒，質量唔達標，免費揼爛佢，同我重新整過。21號開工，到而家10幾日搞掂，速度好快。我哋見過以前人哋裝修嘅，真係好攞氣嘅。咁而家覺得好滿意。點解你會揀到呢度咧？最省心，質量過關。精心設計，匠心獨運，盡心施工，用心負責。如果你而家打電話過嚟成功報名嘅話，我再送多你全屋嘅家私家電。我呢個電話撥打02031816888，02031816888。新姐，今日笑容滿面，有咩喜事啊？係啊，今日駕駛證年審，點知一次過關。而家年審嘅手續簡單咗啦，咁梗係好容易過關啦。咁啊唔係喎，我哋上咗年紀，視力就差咗啦嘛，睇遠嘢睇近嘢都有少少蒙查查啦。有一次我睇電視，見到李修賢都係戴中德眼鏡嘅，佢睇遠嘢睇近嘢都唔知幾清楚，駕駛證年審咯喎，唔通又整翻副中德眼鏡？哎呀，點知戴咗呢副眼鏡之後啊，一次過關，德國技術定製嘅中德眼鏡真係好多好處㗎。而家我揸車嗰陣啊，睇遠嘢好清楚，睇儀表盤好清晰。陳姨啊，你都有老花眼㗎嘛，對自己好啲，整翻副中德眼鏡。中德眼鏡係真正嘅德國光學嘅技術，睇遠睇近。唔使換眼鏡，老花鏡就選中德眼鏡。免費驗光預約電話38903760，番禺、天河、海珠、越秀、黃埔均有分店。繼續翻嚟廣視新聞，受到颱風華嘉莎嘅影響，今日廣州市區風力強勁，中心城區嘅唔少大樹都被吹冧。廣州建築嘅6巨人搶險隊迅速響應，及時清理咗倒伏嘅樹木。林恩傑報導。
上午廣州市區風力強勁，11點左右，天河區平雲路有大樹倒伏，直接壓住咗公交站，多台停喺周邊嘅電動車被壓。綠化搶險隊接報之後，馬上到場處理，佢哋首先切割倒伏樹木嘅枝條。呢棵冧咗嘅大樹咧，樹根位置嘅直徑咧係高過我個人㗎，起碼係2米高。而佢周邊1米範圍內嘅地磚雖然好重啊，亦都係掀翻咗。倒伏大樹旁邊嘅樹木雖然冇冧，但係上邊嘅枝條基本都被吹斷。搶險人員通過工程車喺高處切割有可能再次截斷嘅枝條。我們呢高空作業人員呢有兩位，有下面呢有專業指導1位，有其他的都是呢在下面幫忙把這個樹影響道路的把它全都清理上來。現在這棵樹我們這到時候呢就不會到時候呢有可能他們養護單位會把它再種植回來。大概20分鐘，搶險隊已經處理完畢，並研判處理咗有倒伏可能嘅風險。海珠區嘅革新路亦都有樹木被風吹冧，搶險隊到場之後，將切割好嘅枝條運走。呢棵樹冧咗之後咧，壓到咗停喺周邊嘅電動車同埋共享單車㗎。嗱，例如咧有電動車係壓到啦，連呢個倒後鏡都已經斷咗啦。為應對颱風華嘉莎，廣州建築嘅綠巨人搶險隊全天全員備勤。我們搶險中心應對了準備了50人的一個備勤，然後機械是14輛車輛，有吊車、高修車，還有貨車。我們搶險中心呢，一共是分佈在6個小組，每個小組基本上分佈在不同的一個區，中心5區，然後呢快速的布點，然後快速的反應。廣州電視記者林恩傑報導。今日係農曆8月初3，亦都係天文大潮嘅日子。受到太陽同月亮嘅引潮合力同超強颱風華嘉莎嘅雙重影響，珠江河段嘅水位快速上漲，珠江中心城區同西航道出現咗紅色預警。葉慧媛報導。中午12點左右，記者喺海珠區嘅周州樂文化廣場親水平台見到，珠江水位已經沒過咗2級親水台階，水位大概喺1.5米左右。而嚟到1點嘅時候，水位就已經沒過咗所有台階，嚟到1.8米左右。今日珠江唔單止要經歷呢個風暴潮，仲要經歷天文大潮，可以話係壓力山大啊！咁據現場嘅工作人員介紹，今日朝早8點鐘嚟呢一度睇水位嘅時候呢，仲係0.5米㗎，但係2個鐘之內呢，就漲到咗1.5米啦。這個平台我們是每個2個小時過來觀察一下這個水位的高低，然後發現就是水位漲得過快，我們會把通知物業那邊的工作人員準備好防汛的物資。對，現在我們目前已經準備了有沙包500個，防水擋板40個，然後柴油抽水泵8個，還有2台發電機。據廣州水文分局消息，晏晝2點40分嘅時候，珠江航道中大水文站出現咗最高潮位，達到2.77米左右，超過警戒水位0.87米。呢一個數據喺有記錄嘅颱風潮當中排名第2，僅次於2018年嘅山竹颱風潮位。廣州電視記者葉偉媛報道。蒙查查睇唔清啊！睇到啊，你眼鏡唔得嘅，我勸你配中德眼鏡，你硬係唔同意。以前我戴嗰啲老花鏡啊，做家務咧就硬係蒙查查，根本都睇唔清。自從聽到老公話去中德眼鏡，俾嗰啲專業老師同我驗完光，我先知啊，我隻眼原來咁多問題喎，又老花啦，又散光啦，唔怪得知咧。以前喺街邊買啲眼鏡，硬係用極都唔啱用啦。而家戴咗中德眼鏡，睇遠又得，睇近又得，行街買衫、逛超市、睇路牌、睇標籤，特別係嗰啲說明書啊，一清二楚。如果有老花眼嘅咯，嗱臨去中德驗驗隻眼，配翻副好眼鏡啦。德國科技近視老花睇遠睇近，只需要一副老花鏡就選中德眼鏡。免費驗光預約電話38903760，番禺、天河、海珠、越秀、黃埔均有分店。你知道嗎？心腦血管疾病根源喺血管同心臟。你知道嗎？高血壓、高血脂、心臟病患者平時要疏通血管，保護心臟。你知道嗎？丹參保心茶、心血管國藥茶能為你疏通血管，保護心臟。記住啦，疏通血管，保護心臟，
飲丹參保心茶。喺廣州要裝修套屋，到底要幾多錢呢？如果你想實打實、真正全包裝修，後期唔使多冤枉錢嘅話，我建議你可以報名好房子溫暖家老房翻新特惠活動，免費幫你計裝修嘅底價，而且呢個價格咧係包含咗裝修設計、施工、主材、副材、家具、家電、燈具、窗簾等等，全程都有媒體監理團同你跟足晒，質量唔達標，免費揼爛佢同我重新整過。21號開工，到而家10幾日搞掂，速度好快。我哋見過以前人哋裝修嘅，真係好攞氣嘅。咁而家覺得好滿意。點解你會揀到呢度咧？最省心，質量過關。精心設計，匠心獨運，盡心施工，用心負責。如果你而家打電話過嚟成功報名嘅話，我再送多你全屋嘅家私家電。我呢個電話撥打020-3181-6888，020-3181-6888。廣州自古有住花城嘅美譽，依家花經濟亦成為廣州現代都市農業嘅重要部分。花卉產業嘅產值排名全市第一嘅花都區，喺花卉育種、智慧農業上積極培育特色優勢，同時大力推進農民女一體發展，令到美麗經濟不斷向新，一路生花。李林報導。花都區赤禮鎮係廣州花卉產業嘅盆景大戶，舊年全鎮盆景銷售超過4400萬盆，產值超過10億元。福建茶、掌梅、胡椒木呢啲嶺南盆景嘅經典樹種，被園藝師修剪成千姿百態，深受全球買家嘅歡迎。但係依家企業每年就有超過100萬盆嘅產品銷往國外市場。外國客戶最中意乜嘢中國盆景？攞呢盆虎皮絨嚟講，佢古韻十足，有濃濃嘅中國風，每年賣到去歐洲都有50幾萬盆。為咗更好提升競爭力，赤禮鎮一方面利用 AI 技術輔助盆景設計，盆景技藝從人工邁向智能，同時產品轉向更精緻同國際標準接軌嘅新品小盆景。盡可能我哋都挖掘啲新嘅品種，內因適應性強嗰啲品種。呢個好似啲小葉赤藍啊，而且佢有啲花啊，啲葉又比較紅啊，比較好睇嘅。傳統賽道玩得風生水起，新嘅特色產業亦喺度蓬勃發展。從熱帶落戶到花都嘅秋石殼技術團隊用科技調色盤，為原來色彩單一嘅秋石殼調配出豐富嘅色系同復紋品種。即使進入到深秋同寒冬，依然可以睇到花都專屬嘅浪漫花海，從梯面鎮一直延伸到花東鎮。一個家庭園藝以及我們的一個市場篩選了一個小型的一個可以做盆景的一個秋石斛品種，以及一個帶有濃香型的一個秋石斛品種。這樣的話更有利於我們在一個市場上將提高大家對一個秋石斛的一個認知度。喺花都區嘅佈局下，秋石殼嘅產業鏈得到重構，秋石殼可以加工成凍乾花、永生花、花茶同化妝品。廣州花卉交易中心專設秋石殼拍賣廳，日均拍賣22萬支。花都以花為媒，助力農民女融合發展，全面建成花樣年華鄉村振興示範帶。馬嶺觀花植物園日均入園遊客超過4000人。今年花都區花卉總產值達到34.32億元，約佔全市嘅44%。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長9.9%。廣州電視記者報道。再嚟睇下國際方面嘅消息。歐盟將喺下個月嘅12號正式啟用延期好耐嘅新出入境系統，取代依家嘅護照冚章制度，對非歐盟公民實施生物特徵信息採集。旅客需要完成護照掃描、指紋錄入以及面部識別等步驟登記。根據分階段實施計劃，新入境系統將喺3個月之內覆蓋半數嘅歐盟邊境口岸，6個月之內全面推行。目前倫敦嘅聖潘克勒斯車站已經增設49個自助終端應對客流。英國營運公司表示已經完成幾百次嘅測試。新系統將記錄旅客出入境日期，追蹤如期滯留同拒入境嘅情況，仲會收集旅客嘅面部圖像同指紋等詳細生物特徵數據。啟用新入境系統方案喺2017年
同塞浦路斯之外，所有嘅歐盟國家及申根區非成員國都將喺10月12號正式啟用。歐盟移民事務專員強調，呢個系統將會強化安全管控，減少證件欺詐現象。英國外交部就提醒旅客需要預留更多嘅通關時間。廣州電視編譯報導。轉頭翻嚟繼續廣視新聞。華加莎喺陽光海陵島登陸，今日佢掠過之處，為沿岸帶嚟狂風暴雨，珠海、澳門發生海水倒灌。颱風華加莎威力強大，掠過台灣花蓮，造成重創，至少造成14死34傷，120幾人失聯。國台辦表示哀悼。百萬英才會南粵2025年 N 城聯動秋季招聘活動喺清華大學啟幕，從即日起到28號，提供超過11萬個優質崗位。係啊，今日遲好多啊，一言難盡。見到部車明明行緊嚟，啜一聲就走咗。想換眼鏡，第二步又走咗，咪搞到遲晒咯，冇計冇計。勸咗你啊，配副好啲眼鏡，就帶你配中德眼鏡，保證你戴完咪好嘢。嗱，你中德咧，同我驗過眼，知道我又有散光，又有深度嘅老花。我而家戴得非常之舒服，睇遠睇近。睇電視、睇手機、睇報紙，一個搞掂。有陽光嘅時候，你會變色嘅，保護到眼睛，咁我哋咪享多幾年福咯。係，而家戴咗呢副中德眼鏡之後咧，絕對唔會搭錯車，絕對唔會失拖啦。睇遠睇近唔使換眼鏡，老花鏡就選中德眼鏡。免費驗光預約電話38903760，番禺、天河、海珠、越秀、黃埔均有分店。喺廣州要裝修套屋，到底要幾多錢呢？如果你想實打實真正全包裝修，後期唔使使多冤枉錢嘅話，我建議你可以報名好房子溫暖家老房翻新特惠活動，免費幫你計裝修嘅底價，而且呢個價格咧係包含咗裝修設計、施工、主材、副材、家具、家電、燈具、窗簾等等，全程都有媒體監理團同你跟足晒，質量唔達標，免費揼爛佢同我重新整過。21號開工，到而家10幾日搞掂，速度好快。我哋見過以前人哋裝修嘅，真係好攞氣嘅。咁而家覺得好滿意。點解你會揀到呢度咧？最省心，質量過關。精心設計，匠心獨運，盡心施工，用心負責。如果你而家打電話過嚟成功報名嘅話，我再送多你全屋嘅家私家電。我可以個電話撥打020-3181-6888，020-3181-6888。你知道嗎？心腦血管疾病根源喺血管同心臟，你知道嗎？高血壓、高血脂、心臟病患者平時要疏通血管，保護心臟，你知道嗎？丹參保心茶、心血管國藥茶，能為你疏通血管，保護心臟。記住啦，疏通血管，保護心臟，飲丹參保心茶。下邊嚟睇下市區嘅天氣情況。今晚到聽日，廣州有大雨到暴雨，再轉翻大雨，氣温喺24到29度之間。今年嘅第18號颱風華加莎已經喺廣東陽江、海陵島沿海登陸。今年嘅第20號颱風博羅伊已經生成啦，預計將喺今個月嘅27號進入到南海東部海域，可能對國慶中秋假期嘅出行產生影響。我哋馬上連線喺氣象台嘅賀子涵講下未來天氣情況。子涵，交俾你。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广州市气象局呢，我身后的大屏幕上显示的是今年第18号台风华加莎的路径图。那在今天下午的5点前后呢，华加莎是在阳江海陵岛附近登陆。那登陆时的等级呢是强台风级13级。那后续呢，对广州的天气呢，依然还是有一定影响的。那广州从今晚到明天白天呢，仍是有大雨、局部暴雨的，所以还是请大家呢继续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的信息。那还有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呢，就是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那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呢，今天早上的5点，今年第20号台风博罗伊已经在菲律宾以东洋面生成了。根据目前的预报结论，博罗伊大概呢会趋向
向海南到粵西一帶，對我市的影響是較小的。預計呢中秋國慶前期，廣州呢有陣雨天氣，後期呢是以多雲為主，還是比較適合出行的。但是呢，由於這個預報的時段較長，所以還是請大家呢持續關注不斷更新的氣象信息。那最後呢，也提醒大家呢，雖然現在呢，颱風已經登陸了，同時呢，廣州也是取消了5停措施，但是呢，颱風後續的環流還會帶來一定程度的降雨，所以呢，提醒大家，在明天早上呢，我們的這個市民在上班的通勤過程當中，學生呢在返校上課的通勤過程當中呢，還是要帶好雨具，同時注意好安全的。好了，我們把時間交還給主持人。好嘅，唔該晒子夏。受到強颱風華加莎嘅影響，廣州實施5停措施。喺5停期間，醫療機構、街道社工站等一線部門嘅工作人員始終不停，為市民做好生活保障。江捷報導。5停下嘅廣州，大部分商鋪大門緊閉，日常熱鬧嘅街面依家特別平靜。喺醫院嘅急診科並冇受到5停影響，唔少醫院都要求值班嘅醫護人員琴晚返到崗位待命。醫護人員同我哋講啦，咁中午時段呢就係急診科嘅高峰時段啦，但係我哋喺呢度可以明顯感受到啦，患者嘅數量係比平時少咗嘅。從琴晚嘅12點至到今日中午嘅12點，咁患者數量呢就係平時嘅1/3。咁雖然病人少咗啦，但係喺急診科呢度嘅醫護人員呢仍然係正常值班㗎。極端天氣情況下，普通病人可能會減少，但突發情況外傷會增多，出車任務亦會增加。呢一個上晝，省中醫急診科接到4個出車任務，其中3個係跌傷嘅患者。備了足夠多的班次，就是出車啊，有這個1線班，有2線班，這個以防止這個出車的次數增加了以後，醫務人員的不夠，外傷啊，我們的這個清潔啊。這個消毒啊，這個藥物啊，這各方面做好了準備。好多接受血液透析嘅患者，治療時長都以年為單位。有啲老人已經喺呢度接受咗近20年血透，比唔少醫護人員入行時間仲長。1週3次嘅治療係醫護人員同患者嘅約定。為咗遵守呢一個約定，血液透析科全年無休。當上班㗎，唔可以停㗎，個個都風雨不改咁嚟。你係咁感動啊！嚟到個個都招呼你，驚你陣間大風落雨走唔到，你要食嘢，佢分地咪啱咯，有得食咯，咁啊唔使咁急趕住翻屋企啦嘛。上述常年什麼事情都見過，所以就非常坦然地面對各種惡劣的天氣，反過來也是給我們患者一種信心所以他們知道我們在這裡等他們，所以他們也克服各種困難過來這裡完成他們的一些治療任務。為咗赴呢一場定期嘅約會，患者克服咗各種困難。有患者提前1晚喺醫院附近過夜，亦有患者向社區工作人員尋求幫助。天河南街一名患有尿毒症嘅孤寡老人，今日要到醫院做透析。社區工作人員得知之後，全程陪同護送。連的士都打唔到。咁我哋就除咗打120，咁我哋亦都會協調我哋轄內嘅一啲車輛去接佢，即係送佢去我哋中山六院。我哋亦都提醒佢，盡量都先喺醫院先接受治療好，咁我哋再出院。咁之後我哋可能會繼續去跟進呢個孤寡老人。喺颱風、暴雨等極端天氣期間，全市各街道應急庇護站全天候為有困難嘅人開放，解決基本嘅溫飽需要。廣州電視記者江捷報導。受到颱風華加莎嘅影響，廣東嘅深圳、珠海、惠州等地今日都出現咗水浸，消防員出動解救同轉移被困群眾。楊家良報導。喺珠海金灣區三灶鎮嘅一個加油站，因為地勢比較低，積水好快上漲，有3名工作人員被困喺油站入邊。消防員到場之後，決定採用繩索橫渡引導嘅方式解救群眾。喺消防員嘅引導下，3名被困人員握住救援繩索，慢慢行過積水，被護送到消防車上。喺斗門白藤街好景社區，積水去到膝頭哥，有多名群眾被困。消防員到場之後，抱住小朋友，孭住老人，並攙扶其他群眾有序撤離。喺珠海情侶路沿線嘅海霞新村小區，因為海水倒灌出現水浸，
有行動不便嘅老人冇辦法自行轉移，消防員接報之後到場，孭住老人涉水轉移。喺惠州惠陽區新墟鎮，消防員去到居民屋企轉移同安置被困群眾。喺江門，消防員喺漁人碼頭沿海區域採取走街串巷式排查，連夜轉移群眾2400幾人。廣州電視記者楊家良報導。颱風之下冇孤島，應對自然災害，廣州最值得信賴嘅係自上而下高效協同嘅應急系統，更係自下而上無數人嘅挺身而出。給我分鐘，交俾黃嘉欣講下。給我1分鐘。超強颱風華加沙來襲，疊加天文大潮同風暴潮，廣州啟動多維度防禦應對，決策層靠前指揮，氣象部門滾動發布颱風動態，鐵路公路提前停運阻斷風險，學校停課，應急庇護站準備就緒。早預判、早行動嘅部署，為防禦爭取咗主動。喺呢場同自然嘅博弈當中，我哋見到廣州高效運轉嘅應急管理系統，同埋無數盡職盡責嘅城市英雄挺身而出，佢哋共同築起咗守護安全嘅堤壩。系統之力係我哋應對颱風嘅主心骨，而令系統煥發溫度嘅係每一個逆風而行嘅身影。佢哋係排水防澇嘅工人，係嚴陣以待嘅消防員，係徹夜不眠嘅醫護人員，仲有好多依家仲喺戶外巡查，係一線執勤嘅朋友們。佢哋嘅專業、堅守同奉獻，喺風雨中勾勒出呢座城市最紮實嘅輪廓。系統效能同人嘅力量交織，共同詮釋咗乜嘢叫做城市人性。呢個唔單止係政府嘅責任，更係全民嘅共識。致敬所有嘅守護者，亦感謝每一位積極配合嘅市民。風雨同舟，呢個就係廣州從容應對一切挑戰嘅底氣。今日講到呢度。好嘅，唔該晒嘉欣。颱風華加沙嘅中心今日晏晝嘅5點前後喺廣東省陽江市海陵島沿海登陸。登陸嘅時候，中心附近最大風力達到13級，即係大約每秒40米。在此之前，華加沙周邊掠過之處帶嚟狂風暴雨，唔少地方海水倒灌。預計華加沙颱風雨將會波及10幾個省份。今日係廣東颱風雨最強時段，華加沙正在遠離珠江口吹向粵西，10級風圈基本覆蓋珠海、中山、江門、陽江等多個市縣。同時12級風圈繼續擴大到珠海、江門、陽江等地嘅南部沿海。華加沙登陸前夕，廣東已經提前轉移超過189萬人。目前處於風口浪尖上嘅湛江市，今日上晝將防風應急響應提升到1級。繼琴日晏晝採取停課措施之後，今日晏晝加入5停行列。江門嘅台山市川島鎮沙堤海島氣象站出現咗最大陣風67米每秒，係17級以上。呢個係江門有歷史記錄以嚟錄得嘅最大極大風。即係話，比2018年颱風山竹嘅最大極大風仲要大。深圳大鵬、鹽田、南山、寶安等南部沿海地區進入10級大風圈，局部有大暴雨。全市已經陸續接報樹木倒伏150幾棵。深圳一共疏散轉移30幾萬人，室內應急避難場所集中安置5萬幾人。珠海市亦全面開放應急避難場所，喺呢個設喺學校嘅庇護點可以容納400人應急避難。配備空調、飲用水、應急食品等物資。差不多是50個人吧。我們來了2次了，上個颱風來過了，很好啊，不錯。喺佛山在建工地全部停工，超過2萬人安全轉移。地質災害巡查監測工作亦都喺度同步進行緊。曾經喺之前強降雨當中發生過滑坡情況嘅隱患點受到重點關注。香港同澳門今日凌晨發出咗最高等級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10號風球。喺澳門，由於海水倒灌，唔少海魚湧入內街，市民趁住雨細咗上街摸魚，唔少人攞住大桶網羅，唔知收穫幾多呢？喺香港，有網友喺社交平台上傳畫面，話富麗敦海洋公園酒店大堂內海水漫灌，有人被海水衝擊冧低。廣州電視編輯報道。
颱風華加莎亦都俾台灣帶嚟咗強降雨，花蓮縣馬太安溪堰塞湖喺尋日晏晝日堤，依家已經造成台灣17人死亡、32人受傷，另外有17人失聯。根據了解，遇難人員多數係住喺市區1樓嘅老人家，各地嘅搜救團隊正持續救援。花蓮縣馬太安溪堰塞湖琴日晏晝日堤，大量嘅洪水沖斷馬太安溪橋，光復鄉浸水災情慘重。光復鄉、萬榮鄉以及鳳林鎮等3個鄉鎮，一共12條村裏邊，大約1800戶居民被強制疏散撤離。屏東山區撤離145人，路段積水、邊坡土石滑落等狀況時有發生。台灣氣象部門今日持續發布暴雨特報，花蓮縣地區、台東縣地區有局部大暴雨或者超大暴雨。華加莎仲造成台灣過萬戶停電、停水4000幾戶。喺國務院台辦今日舉行嘅例行發佈會上，發言人陳斌華表示，對不幸遇難嘅台灣同胞表示哀悼，向遇難者家屬及受傷人員表示慰問，並且希望受傷民眾早日恢復正常嘅生產生活秩序。廣州電視編輯報道。下邊係睇天氣預報。陽光福彩，造福社會。廣州福彩提醒你，接落嚟請關注天氣預報。限時解鎖益力多運動公仔，益力多提醒你關注天氣預報。德國技術近視老花一副搞掂，中德眼鏡提你收睇天氣預報。受到華加莎影響，晏晝4點鐘，番禺南沙區嘅颱風預警信號維持喺較高級別。聽日天氣點樣？天氣先生話你知啊！聽日廣州各區依然唔會有灰霾天氣，人體舒適度係3級，感覺唔舒適。霉變指數係4級，物品容易發毛。紫外線輻射弱，最高指數係4。今晚到聽日，廣州有大雨到暴雨轉大雨，24到29度。後日有雷陣雨，25到32度。大後日多雲。預計未來嘅24小時，白雲、黃埔、番禺、南沙、增城等地嘅部分區域地質災害發生風險比較高。聽日華加莎逐漸遠離，但係珠三角仍然有明顯嘅降水。風雨過後需要警惕地質災害風險。漁豐醬菜醬心傳承，漁豐食品提醒你收睇天氣預報。北京同長春都係晴天，哈爾濱晴轉多雲。瀋陽同天津都係晴天，呼和浩特多雲轉陰天。烏魯木齊中雨轉多雲，銀川多雲，西寧小雨轉多雲。蘭州多雲，西安多雲轉晴，拉薩晴天。成都同重慶都係多雲，貴陽陣雨。昆明陰轉小雨，太原同石家莊都係晴天。濟南同鄭州都係晴天，合肥中雨轉小雨。南京大雨轉中雨，上海陰轉小雨，武漢小雨。長沙小雨，南昌陰天，杭州多雲轉小雨。福州多雲，台北晴天，南寧大雨轉暴雨。海口大雨轉小雨，香港大雨到暴雨，澳門暴雨轉中雨。漁豐醬菜醬心傳承，漁豐食品提醒你收睇天氣預報。廣視新聞播送完啦，再會。快樂就該來點不一樣，為熱愛而放縱，為嚮往而追逐，去點燃生活的激情，期待不一樣的風景。福彩快樂吧，向快樂出發！中國福利彩票。